Hello， 觀眾，歡迎收睇灣星頻道，我係阿正。今期咧同大家嚟到咗我哋肇慶端州區嘅天花板介紹翻保利雲禧呢個樓盤。咁呢個樓盤咧，目前佢戶型嘅一個多樣性咧係非常之誇張嘅，有我哋之前介紹到嘅180幾方嘅平層啦，280幾方嘅超大平層單位，包括咗有啲160幾方嘅平層。其實目前咧，上車會比較多嘅係一啲相對嚟講係細少少嘅127方、133方同埋143方呢啲咁嘅單位。咁剛先講到嘅呢個3個面積段咧，相對嚟講係會更加細嚇。咁之前阿正咧亦都有個客戶過到嚟呢邊去參觀啦。咁當時佢就了解係鼎湖區呢邊嘅樓盤嘅，咁然後就想揾翻啲素質更加高交樓標準更加高嘅一個樓盤，睇睇肇慶呢邊有冇。咁後嚟咧就介紹咗呢個保利雲禧啦。咁睇到咗係今期主要推嘅一個戶型啦，133方。咁佢當時咧覺得呢個戶型咧佈局都係非常滿意，主要係佢嘅活動空間會比較大嚇。依家咧仲喺度傾緊，當時睇鼎湖嘅樓盤咧6、7千蚊，咁上到嚟呢邊咧1萬嘅均價，可能有比較大嘅落差啦。依家仲喺度考慮緊，但係呢個客戶咧講咗句話，就話估唔到肇慶都有啲咁高素質嘅樓盤嚇。所以講，如果大家需要揾翻啲高素質嘅交樓標準高少少嘅一個樓盤咧，保利雲禧係絕對係值得大家去參觀下。嗱，我哋依家咧位於呢個樣板房樓下位置，睇翻嗱，佢依家呢個大堂咧有個一個風雨連廊嘅設計啦，以及大堂嘅一個入戶嘅位置咧，都係會比較感覺係大氣嘅一個感覺嘅。咁整體嚟講咧，入到嚟咧都係覺得係會比較奢華咁樣嘅一個效果嚇。嗱，目前咧佢依家嘅一個上車成本咧大概係11000蚊均價嚇，帶埋咗豪華裝修嘅。有興趣嘅跟住我哋嘅鏡頭啦，上翻現場嘅位置睇睇呢隻133方嘅戶型係點樣嘅佈局先。OK， 咁我哋依家咧就翻到上現場嘅位置啦。咁今期要介紹嘅呢個133平方咧，喺我哋停低間出嚟嘅右手邊嘅位置嘅。咁啊，整個過道嘅位置，落到電梯嘅空間咧，其實係感覺到係好舒服嘅。嗱，先可以退後少少睇翻，呢個空間效果又大，採光又靚，包括咗佢嘅一個裝修效果咧，都係好舒服嘅一個狀態嚇。嗱，我哋要介紹呢個單位咧，就位於電梯門嘅右手邊嘅位置，133方嘅建築面積，咁套內咧係109方嘅。呢啲人話問到133方，點解佢套內109方會講到100%得房率咧？因為佢嘅贈送面積多嚇。呢啲陽台去到咗10幾個平方，贈送一半，即係大概係贈送咗6、7方左右嘅。嗱，呢啲全贈送嘅。包括咗有啲設備平台啦，新規部件有個叫設備平台嘅概念，都係全贈送嘅。所以講，其實加上贈送面積嘅情況咧，整隻戶型咧佢會達到咗133平方嘅一個效果嚇。咁呢隻戶型咧就係雲錦嘅戶型嚇。我哋而家睇翻呢隻戶型先。咁我哋之前嘅影片阿正亦都介紹過啦，就係呢隻戶型啊。阿正當時講嘅就唔係話那麼推薦，有個主要原因咧，鏡頭可以望一望，就係一出到嚟咧就會望到整間屋嘅內籠，所以講咧就係隱私性可能會有少少差嚇。咁但係咧，上次大廈咧有個客戶就話，其實可以喺呢個位置整翻個屏風咁樣擋一擋咧，就會好舒服嘅。最重要係咧，呢隻戶型嘅可改動性係非常大嘅。嗱，大家再睇翻呢個位置，嗱，客廳同埋我哋嘅次臥呢個臥室咧係可以打嘅，打咗之後咧變大橫廳。廚房呢個位置咧亦都可以打咗之後咧做一個開放式嘅廚房。依家有廚房嘅感覺咧，已經覺得好大啦。如果你話做翻個開放式廚房，再打埋呢間房嘅情況咧，呢個空間咧就非常之無敵啦。所以講，如果大家會比較注重翻我哋室內嘅一個活動空間嘅情況咧，呢隻戶型咧的確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可以考慮嘅一個單位啦。前提下你要接觸到佢嘅一個即係一眼望穿嘅咁樣嘅效果啦。後期喺呢個位置做翻個屏風咧，亦都可以嘅。嗱，睇翻交樓標準，子母門嘅交標，整體嚟講係非常之大氣嘅。入到嚟之後咧，我哋先睇翻呢個位置。剛先講到有一個新概念叫設備平台。咁交樓咧係會有個咁樣嘅一個空間俾你嘅。咁打走咗之後就會有3個平方嘅贈送面積。嗱，呢個位置咧佢掹咗入去，呢個位置好尷尬係嘛？但係其實可以考慮做翻一個收納空間，即係話我哋平時出行嘅旅行篋可以隱藏喺呢個位置，會比較方便出入咧，亦都唔使行嚟行去攞翻入房間係嘛。咁第二個咧，你可以做翻一啲掛衣區啦，包括我哋平時用到嘅一個大件嘅衣物平時出出入入用到嘅掛衣嘅地方啦，或者鞋櫃咁樣，其實喺呢個位置咧可以用得到嘅，綜合性能咧非常之唔錯。咁喺我哋門後面咧，大家亦都可以睇翻啦，呢個位置可以做翻一大排嘅鞋櫃。一直做翻過嚟，做埋我哋嘅親邊櫃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嗱，再睇翻呢個位置咧，就會嚟到咗我哋嘅飯廳嘅位置。飯廳空間咧係非常之誇張嘅。
做翻一張大氣嘅圓台，滿足到10人嘅用餐，一啲問題都冇。而且依家係未打廚房嘅效果，如果你話打咗廚房嘅情況下，做開放式嘅情況咧，呢個空間感咧真係入到嚟咧係完全睇唔出係130方嘅一個戶型嚇。嗱，入到嚟呢邊咧就睇翻我哋嘅廚房。廚房呢邊咧係做咗一個上軌道嘅趟門，而且係用咗個灰玻璃嘅一個設計。咁其實我哋以前介紹過好多發展商咧，基本上係用一啲透明嘅白色玻璃，但係依家呢個位置保利雲禧咧用到一個灰玻璃，呢個玻璃嘅造價成本咧係會比白色玻璃嘅成本咧係高非常多嘅，所以講整體嚟講咧效果係會更加好。嗱，入到嚟廚房嘅位置，呢個廚房咧明顯係可以睇到，滿足到3到4人同時企住喺呢個位置去備廚都係冇問題嘅。咁平時如果屋企去煮大餐嘅情況咧，需要2個幫手啊嘛，入到嚟呢邊幫手咧係完全 OK 嘅。廚房呢邊嘅交樓標準咧，亦都係做到非常高嚇，瓷磚上牆灰色系嘅，然後搭配我哋嘅一個廚櫃，下面嘅廚櫃咧，其實咁搭配起身咧，睇起身係好簡潔大氣、好舒服嘅一個效果嚇。而且咧，睇翻佢嘅一個交樓標準，做到好人性化嚇。呢個位置咧係有一個大嘅單盤嘅設計，平時喺呢個位置切完嘢一撥落去咧，就可以去洗菜啊嘛。咁然後啦，呢啲咧都係佢嘅交樓標準，伸縮嘅水龍頭啦，以及有燃氣爐啦，2件嘅交樓標準。空間方面咧係絕對冇問題嘅。呢個位置咧仲會預留咗一個大嘅冰箱嘅位置，雙門嘅一個冰箱，完全 OK 嚇。嗱，繼續睇翻我哋嘅一個客廳效果先。整體空間係非常之舒服嘅。客廳方面咧，俾大家睇翻呢個空間啦 ，OK 嘅。咁後期咧建議大家去改個天花，將我哋嘅冷氣咧做翻我哋嘅一個風管機，咁樣增加翻我哋嘅地面嘅面積，你可以放翻更加大嘅梳化。咁對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電視機嘅位置。咁呢個開間咧會去到咗4米半嘅一個開間，非常之誇張。133方4米半，而且係直廳嘅單位咧，有咁樣嘅空間效果，以前係完全冇想象過。依家係呢個新開嘅部件咧，先有咁高嘅得房率，先會做到咁樣嘅效果嚇。嗱，呢個牆體後面咧係房間嚟嘅，後期可以打咗佢之後咧，變得個橫廳啊，去到咗7米半嘅一個闊度，非常誇張㗎。嗱，我哋再出到嚟咧，會嚟到咗我哋嘅陽台。呢個陽台去到咗12.8個平方，咁剛先亦都講到啦，陽台係送一半嘅面積，12.8個平方咧贈送咗6.4個平方，6.4個平方嗱計翻佢嘅價格，開頭講過11000蚊嘅均價，6.4個平方就去到咗66000接近7萬蚊嘅一個成本，呢個係贈送㗎嚇。嗱，然後呢個位置可以放洗衣機，然後掛衫喺呢個位置咧係完全冇問題嘅。陽光方面咧亦都會比較充足嚇。咁望翻下面個位置咧就係小區嘅內園啦。睇翻其實佢嘅內園嘅環境咧都係非常唔錯㗎嚇。咁中意望內園景嘅，選擇6樓以下嘅單位咧，亦都係非常之 OK 嚇。嗱，我哋再睇埋房間先，總共有4間房嘅佈局。呢個位置係第一間房，呢間房咧常規如果係多人住嘅可以保留，如果你話想要更加大嘅空間咧，拆咗佢之後咧，你會擁有一個非常之震撼嘅視覺感。房間基本上係1.5米床以上嘅，完全冇問題嚇。呢個位置就係我哋剛先嘅陽台嘅位置，對面咧就會嚟到咗我哋嘅一個公共衛生間。公共衛生間咧呢邊亦都有細節位，呢個位置咧佢係冇做門檻啊。咁啊呢個位置做咗個斜位，咁樣咧平時有水咧都唔會流翻出去外面。然後裡面嘅衛生間淋浴區嘅位置咧係做咗一個防滑磚嘅設計，空間效果都係完全冇問題啊。然後過到嚟呢邊第2間房。咁呢間房咧係一個陽光房嘅設計，裡面係全計面積，外面係陽光房係計一半嘅面積嘅，咁啊方方正正嘅空間，可以作為我哋嘅功能房或者做個客人房咧都係 OK 嘅嚇。咁再過到嚟呢度咧就會嚟到咗我哋第3間房啦。咁呢間房咧係一個次臥嘅設計，亦都係南向嘅一個空間啦。空間方面係非常之唔錯嚇，包括咗有贈送嘅落地飄窗。咁如果目前見到佢嘅飄窗係仲有保留嘅情況咧，就證明佢係打唔到嘅。好似依家呢個主人房咁樣，呢個落地飄窗就已經打走咗啦。即係如果睇得到有飄窗嘅咧，就係唔可以打；冇飄窗嘅已經係打咗，幫你拆咗佢，贈送咗面積俾你。好似呢個飄窗咁樣咧，係接近咗4個平方嘅。咁主人房呢個空間，呢個7字形嘅採光玻璃。可以睇翻佢嘅一個舒適度咧係非常高嘅，同樣咧亦都係會望住我哋嘅一個內園景觀嚇。空間方面絕對唔使擔心。呢個位置咧
柱體嘅位置係唔足夠空間去做衣櫃嘅，所以講咧後期可以做出少少咁樣，呢個位置做翻一個收藏嘅嘢啊，做翻一個啲咁樣嘅一個櫃類啦，啊簡單咁樣做翻啲收藏品，然後呢個位置做翻一個衣櫃咁樣咧就 OK 啦。後期女士嘅梳妝台咧就做喺呢個位置，近翻窗邊就 OK 啦嚇。最後再睇埋呢個衛生間，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嘅衛生間，空間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呢個咧就係133方嘅戶型啦。啊，目前佢嘅一個上車均價咧都係11,000蚊每平方，帶埋咗豪華嘅裝修嘅。戶型嘅優勢咧就係坐北向南嘅設計，多面嘅空間咧係南向嘅一個採光，採光度絕對 OK， 望住內園嘅景觀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咁佢嘅一個均價11,000蚊嘅情況咧係帶埋咗咁多嘅豪華裝修，而且係位於我哋嘅端州最成熟嘅一個地段嘅情況咧，可以講目前係冇任何嘅競品咧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畢竟周邊嘅一個樓盤咧已經都係賣晒咗，咁包括咗以前買周邊樓盤嘅，基本上咧以前嘅價格都去到咗13,000到15,000以上嘅價格嚇，所以講其實依家暫時嚟講咧係冇太多嘅競品，亦都導致咗目前好多端州嘅一個從政人員啊，同埋商家啊呢啲比較即係收入高少少嘅人群咧，去上車呢個樓盤嚇。有興趣想揾翻啲高素質嘅樓盤嘅呢個位置咧，的確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度，持續關注我哋灣星塔，我哋下期再見，拜拜。